琴日收到消息，工廠有少量20寸 Neo 鋁合金嘅雙色版本接受香港區嘅分銷商落單訂購。佢係9速嘅線控版本，鋁合金嘅車架，碳纖維嘅前叉，全油壓嘅碟剎，價錢都係4600蚊啫。特快嘅交貨期，今個禮拜5左右就會到貨啦。我哋搶到少量返嚟，數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呢隻鈦黑色呢，外形相當好睇。細心啲望下佢，你會發覺佢相當面線，因為全碳纖版本嘅暗影鈦灰呢，就係採用呢一隻襯色啦。不過鋁合金版本呢，就將隻顏色反轉嚟玩，以鈦色作為主軸嘅顏色，用啞黑色喺前車嘅部分加以襯托，係一隻非常吸引嘅顏色，而又有入門嘅價錢可以玩到佢。經我哋酷溫購買，即刻送你 RC 3 Bearing 超順滑快擦腳踏，再包埋全港免費送貨到樓下嘅服務，車停到嘅地方，我哋一樣可以安排送到。除咗鈦黑色版本之外呢，我哋仲有好多其他20寸嘅現貨款式，包括鋁叉版本嘅黑色或者白色，售價都係3880蚊。另外電子變速版本都有選擇，白色、黑色、鈦色都有現貨。全部同樣包安裝、包送貨到樓下，唔使等啦，即刻 WhatsApp 54829987揾我哋查詢落單啦。